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里就是好。这个好是文音，好就是发的声，像咱讲好音。啊，若是喘气，咱讲是呼吸。另外，用嘴讲的无准算都要写落来，啊，若无惊用好的无准算。照品照行，咱讲照好照行。这里鼻音读做考，叫人咱讲考话来。啊，若是分时啊，咱讲考时啊。发特别的音来叫动物，咱讲考狗、考鸡。另外，英语敲电话考，这里啊，咱汉语写做这里考。啊，若是敲电话考我，咱就当写这里考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咱做伙来看到，读做考舞啊，也就是拍舞啊、拍的、考的意思，代表讲是倒小连线拍的。第二个词读做照好照行，这个意思就是照品照行，双方照约束来做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伊请人来带囡仔，双方照好照行。看到囡仔伫咧考舞啊，这个带囡仔的人赶紧替囡仔打打咧，互囡仔会当较爽快。今日小解这一日考，这是鼻音，另外文音读做好，提供互大家参考。